这波冲浪学习稳定松绳加减速是什么体验？不能歪啊！再走，手顺着它抬高。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好，可以。对，顺着它就起了。好，手别拉啊。这个脚位就很好，不用有多的力量，只是你的腰挺直。好，盯着你的船啊。咱们前腿的力量得控制好，冲浪板头对着船尾，轻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先稳定一下啊。你感觉速度快了，就把手慢慢放低；感觉慢了，哎，松掉，不要着急，这个距离刚刚好。表情啊，适当的手，好，腰挺直。记住这个力量，好，失手，下来，好，干嘛来？干嘛来？这回力，一个，好，腰挺直。